伫咧嘉义县的阿里山造作文化园区的原住民剧团，进前因为疫情关系无收入，团员拢爱去卖水饺加葱仔饼来补贴收入。不过，因对自2010年开始表演到今，已经表演超过1万场嘛。剧团的团员表示，这唔但代表园区受到游客肯定，嘛代表原住民伫遮拍拼学习的成果。来看原住民剧团表演的民众，对应声来拍谱啊！嘉义县阿里山走走文化园区的剧团，当日进行因为2010年到今的第1万场演出。他们不是只是为了来挥挥衣袖，这些孩子知道他们的文化必须要靠这样子的一个动态肢体语言来把文化传递出去。进步很多呢，很敬业啊！你看啊，而且很有那个分享的概念。这个毛达诺剧团是嘉义县真有名的表演团队。团员表示，因为第一场伫遮定金，即卖已经第1万场，muốn拿保存家己的文化，嘛代表这个所在培养真侪在地的囡仔。在原乡部落一定要做的事情之外，他们还学得了在行销、在销售各方面的知识。这个也可以直接就跟外界做联系。进前因为疫情无收入，团员搁爱兼卖水饺、葱仔饼，有条件解封了后会当继续表演。因希望疫情会当赶紧过去，让大家生活恢复正常。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